雅閣路御龍山呢2年嘅變化真係非常之大，雖然有遲到啦，但係冇缺席。一直以嚟唯一不變嘅係依然山清水秀，空氣依然清新舒爽。平時得閒咧可以落樓嚟釣魚啦，食咗晚飯咧仲可以喺湖邊散下步喎。樓下嘅公園咧已經初成規模啦，相信唔使幾耐啊，呢度遍地都係花草樹木。喺咁樣嘅居住環境度假同埋退休，你覺得掂唔掂咧？御龍山天禧門口嘅登賢路咧，亦都鋪好咗水泥啦，路燈咧亦都裝好啦，等兩邊嘅綠植完工就可以開通。到時候開車去中山溫泉同埋三甲醫院，真正嘅一腳油門就 OK 啦。御龍山天禧豪宅就係豪宅，一入小區咧，你就會感受到與眾不同，可以話一步一景，俾人一種回家即係行公園嘅感覺，連呼吸嘅空氣都特別清爽舒服。希望有機會你可以嚟到現場感受一下啦。我哋今日咧要去睇一套175平方嘅大平層，全新精裝，家私家電基本齊全啦。南北通透嘅餐客廳，前後雙陽台，空間足夠大，通風採光足夠好。休息區咧係3個大套房，呢個小區最大嘅缺點就係面積大啦，房間少啦。無論係175平方或者係190平方，都只係做咗3個套房，再加一個工人房。純屬係享受型嘅戶型嚇，而且後期咧係冇辦法做到改動嘅。如果你想要正規嘅4間房，需要考慮到300-400平方嘅一個超大平層。全屋定制櫃，一線品牌智能馬桶，風管機全部有啦，買幾張床就可以入住。而家房東嘅報價係158萬，好有誠意賣㗎，已經降咗幾次價啦。如果啱嘅話，一定要揾三鄉本土11年房產人 Henry 嚟幫你劈價。